專業激光打斑一定要用皮膚分析機，唔可以用手機或者相機代替嘅。大家知唔知點解呢？首先，用手機影相，唔同光線、角度、距離都會影響張相嘅觀感。就算我冇做任何療程，用自己部手機同一角度，只要喺唔同燈光，我嘅下巴得個洞竟然無端端有非常明顯改善啊！準確度咁低，冇可能做到準確嘅對比嘅。嗱，要拆穿呢啲嘅借燈光造假咧，一睇全面膚色變化咁大，就知道唔同燈光做出嚟。而專業嘅皮膚分析機咧，就可以固定嘅光源、距離、接近個角度影相，確保每次影出嚟嘅相咧都喺同一環境下進行，所以輸出嚟影像咧先至比較客觀準確。第二，手機只能夠影到皮膚嘅表面，根本無法深入分析底層嘅問題，例如皮膚嘅底層色素啦、泛紅啦、微絲血管等等，呢啲係手機相機無法捕捉到。有時就係因為冇照底層皮膚，唔知道底層有初期嘅荷爾蒙斑，用啲好慢火力嘅激光去打，結果就浮現咗一塊另外更難搞嘅荷爾蒙斑出嚟。第三，準確嘅前後對比相記錄對於祛斑效果係至關重要。專業嘅打斑係需要根據上一次嘅打法所呈現出嚟嘅效果嚟決定今次有冇需要調整治療嘅方向。如果只係依賴手機相機根本無法精準做到跟進步驟。最後，打斑嗰位每日接觸咁多客戶，冇可能清楚記得每一位客戶嘅色斑變化，特別係啲細微變化。如果大家唔清楚自己啲斑有幾難搞，我哋有提供專業嘅免費皮膚分析，如果有需要隨時聯絡我哋。